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只达到去年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方承诺扩大自美采购的进口制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的53%左右，远落后于采购目标。据美中去年1月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介绍，中国应确保扩大自美采购的进口制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对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朝鲜导弹实验是建立自身防御所必须的，而该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归咎于美国。发言人说，如果美国和安理会选择错误行为，他们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他警告说，不要摆弄定时炸弹。4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海警船进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周边的日本领海。由于日本海上保安厅警告离开该地区，中国船只离开了该地区。阿拉伯议会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言论，称这些言论是不负责任和不可接受的。10月2日，法国《世界报》刊登了马克龙发表的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史建立在对法国的仇恨之上的言论。阿尔及利亚政府于10月3日星期日宣布对法国军用飞机关闭领空。中国一个国内旅游团形成冠病感染群，当地政府为遏制病毒传播而取消了数百趟航班。由于多省持续出现新病例，引发了大范围爆发疫情的担忧，中国北方部分地区正准备实施更多的防疫措施。最新的这一波疫情涉及一对年长夫妇，传播链主要涉及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并已达到首都北京和邻近的河北省。美国卡车运输协会主席克里斯·斯皮尔在接受 CNN 采访时提醒注意该国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斯皮尔指出，在冠状病毒流行之前，对卡车司机的需求超过 6.1万人，现在增加了 30%， 达到创纪录的8万人。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222号发生爆炸。据报道，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222号一家饭店传来一声巨响。据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21日晚最新通报，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47人受伤。